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，独自一人将2个儿子抚养长大。在2人离婚以后，谢霆锋与张柏芝2人的交集也逐渐减少，特别是谢霆锋跟王菲在一起之后，谢霆锋对于2个儿子的关心也是微乎其微。但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一直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自己的2个孙子，所以到现在张柏芝对于谢贤也是非常的尊重，有空都会带孙子去看望他。在2人离婚以后，谢贤也是一直极力的撮合他们俩，希望他俩能够复婚。如今张柏芝的2个儿子也已经渐渐懂事，在早前一段的采访中，谢贤更是向媒体透露出了重磅消息，称自己死后会将全部的遗产都留给张柏芝和自己的孙子，替儿子谢霆锋弥补对他们母子的亏欠。此话一出，谢霆锋立即回应他跟你没什么关系，让谢贤听到以后感到非常的心酸。不知道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本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由九龟说娱乐剪辑配音制作完成。想看更多视频，请关注我们。谁能想到，谢霆锋主动要求做的亲子鉴定，居然扒出了娱乐圈最狗血的家族秘辛。当年张柏芝3胎生父之谜闹得沸沸扬扬，所有人都猜是谢霆锋旧情复燃，就连谢贤都在公开场合含糊其辞。结果谢霆锋一纸鉴定，直接打穿所有谎言。重点来了。鉴定报告显示，3胎儿子 Marcus 的生父竟是孙东海，那个身价100亿，和谢贤称兄道弟，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的商界大佬。更离谱的是，张柏芝和孙东海还是谢贤亲手引荐认识的，这波操作简直是引狼入室啊！知情人士爆猛料，2人2015年就偷偷在一起了。张柏芝怀孕时更是藏得严严实实，连谢霆锋都被蒙在鼓里。要知道，当时谢霆锋和张柏芝刚离婚4年，2个儿子还跟着妈妈，谁能想到昔日金童玉女的背后藏着这样的惊天反转？谢贤得知真相后会不会气到吐血？谢霆锋面对父亲挚友和前妻的双重背叛，心里到底有多膈应？这背后还有多少没被扒出来的隐秘？评论区聊聊你的脑洞，点赞蹲后续，带你深挖更多娱乐圈内幕。你知道这个男生已经有个女朋友了，但你对这男人感觉不错，你会去吗？我会走，你会走，我会跟那个男生说，你回到他身边。哇哦，那纵使他主动来爱你，你都会告诉他。对，那当然了，我之前曾经试过，有些男生跟我说他已经跟那个女朋友分手了，然后很爱我，希望我跟他在一起。那如果他是分手的话，我觉得 OK， 我可以跟你在一起。但是原来都是骗人的。哦，你也被这样骗过，然后给我，然后我就马上就走了。然后他当然要求我真的很爱你啊，我会跟他分手，我说不要了。你回到他身边，因为我现在还年轻，我又不是不漂亮，我有机会找到更好的男人，你离我远一点，就这样了。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了。然后你那么向往结婚的人，所以你也相信你老公以后会外遇吗？我相信啊。所以你已经有做好心理准备？有啊。应该怎么准备？因为我不管他有外遇没关系啊，因为我最重要的是我的小孩。我跟我的小孩在一起就 OK 了，他不回家我都。所以你还有我跟我的男朋友说，如果有一天你跟我求婚的话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你马上要跟我去律师楼写那个合同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，那个孩子都是属于我的。如果他签了那个字，才可以向我求婚。对，求婚时要拿出那个律师楼的证件，说小孩一定是归张柏芝。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好。也是我的，因為孩子是最重要。你第一小 B 都係男仔一定會好 strong 好強啊，即係你俾佢知道佢自己要做啲乜嘢咯。OK。因為到大個咗好麻煩。係。咁生女我就真係唔知，但係生女我諗個教法有少少唔同咯。係啊，但係生女就我諗唔會俾佢接近咁多啲睇咁多啲 princess 啊，即係嗰啲。即係咁童話式嘅公主故事係啦，因為佢真係會當自己公主啦。咁我諗我會揾個調教位就係俾佢做下啲 sport 啊，中性啲嘅活動啊，咁樣去 tune 咯。如果女仔嘅話，仔就 mostly 都 OK 嘅。OK， 離婚對你嚟講最大嘅改變係咩？最大嘅改變係令到我更加覺得。冇嘢必然嘅，
每一秒都應該珍惜呢一秒嘅嘢。活在當下。係啦，活在當下，係啊，冇嘢必然嘅。嗯。所有承諾啊，所有嘢都係眼前嘅假象。嗯。眯埋眼去了解自己。嗯。放開，唔好強求。嗯。即係我覺得，即係可以話我係最離婚嘅女人嚟講，我算係最開心同埋最覺得最快樂嘅一個咯。我自己覺得，因為我學到好多嘢咯。係啊，就唔係話啲哎呀好慘啊離婚啊，冇呢啲嘢係啊。即係社會上都好多單親家庭，有好多嗰啲單親嘅媽咪都話好吃力、好辛苦。你有冇啲咩招數可以過翻俾你哋？諗一啲呢個世界上比你更加慘嘅人，你係好幸福噶啦。有得辛苦有得吃力係好幸福嘅事。有好多人連吃力辛苦都冇機會。嗰陣時自己 tune in 自己啦，即係自己 tune 翻個諗法。身邊有冇人幫到你？身邊啲人好擔心我。其實你話有冇幫到我咧？可以幫嘅，但係我唔想幫。我唔想身邊啲人幫我，因為佢哋唔係我咯。每個人對愛情都有唔同嘅感覺同埋唔同嘅感受，同埋承受嗰個勇氣同埋嗰個挫折失敗感都唔同嘅。咁其實只不過如果你揾身邊啲人都係想即係發泄下，得到人哋嘅認同嘅啫嘛。其實最終嘅決定權都喺你嘅心裏面，已經有咗答案㗎啦。咁我既然都已經有咗答案嘅時候，咁我就即係比較男人性格咯，就唔會話打電話俾 friend 啊好慘好慘。我唔係呢隻咯。都繼續你個硬淨一如以往嘅性格。係啊，因為你清晰咯，你清晰自己做緊乜嘢咪 OK 咯。即係你知道自己做緊乜嘢，唔好後悔。雖然冇人係完美嘅，我哋任何人做過以前嘅嘢都係有做錯過。但係唔好後悔，因為當初你做嗰刻係一定係你好想做，你最想做你先會做嘅。冇人攞支槍指住逼你做嘅。That's why 唔好後悔。但係做完之後錯咗，你就去學習。即係我就會係咁樣行咯。係啊。正我都想問啊，喺你生命中或者呢幾年有冇一件後悔過嘅事，或者寧願冇發生？冇啊。我呢一生人都冇後悔過。我冇諗過寧願冇發生。因為我將所有唔好嘅發生嘅嘢喺我眼中已經演變成最好嘅咯。咁如果嚟緊假設個天真係送個另一半俾你，佢哋需唔需要一定要錫兩個仔先？梗係要啦。唔係我腳心啊！即係就算點愛你都好，但係如果唔錫兩個，一腳伸去啊！佢去邊啊？唔使搭飛機啊！一定要，唔可以唔得，唔得。都冇話任何嘅條件，總之隨住個天。隨住天，唔使條件，錫我令我開心，錫我兩個仔，生咗個女，諗起開心。所以而家即係你都會想所有所謂嘅單親母親都講啦，就話俾你聽，其實。只要你係可以嘅話，你都可以過得好好。其實可以嘅，喺心中富有。有時咧，活在當下，難得回頭咧，做女人係好好嘅。係啊，唔好覺得自己慘，好多人慘過我哋。但唔係個個都咁 tough 㗎嘛。要 tune 咯，tune 咯。係啊，我都弱㗎，其實我都好弱㗎。我係好強喺出邊，因為我好多背負嘅嘢要去背負。但係其實我翻到屋企其實都弱㗎，所以我食好多嘢㗎，我係食量啊係多過男人4-5倍嘅一個晚餐，但係我食都唔瘦，因為我嗰個壓力咯，其實好大，我嗰個負擔好大，我嘅家庭嗰個責任感好大，咁所以其實我都有情緒嘅，即係我都會有唔開心嘅時候。但係我唔開心嘅時候，唔會比其他女人咁多咯，即係可能久唔久，即係久唔久先一次咯。但係都係夜晚下一陣仔，瞓醒覺又重新嚟過。會唔會喺間房度放聲大哭咁樣？唔會，我會匿埋喺廁所度，烏低個身，好似個 baby 咁樣，跟住即係哭出嚟，但係冇聲音，跟住流眼淚咁咯。因為我驚啲仔聽到啊嘛。係。所以其實都好辛苦。
都唔會嘅，因為有人要釋放自己情緒噶嘛。你想喊嗰時咪喊咯，但係唔好喺個仔女面前喊，唔好俾佢睇到，匿埋喊。喊完之後，將啲唔開心嘅嘢放晒出嚟，第二日吸收翻啲正能量。諗下你自己身邊其實仲有更多人更慘，諗下所有嘢都唔係必然嘅，咁樣繼續行落去咧，條路就會開噶啦。你唔使諗要開噶啦，佢會開俾你嘅。唔係，我都戥你開心嘅嘢，戥你開心，真係好戥你開心。係啊，見到你。即係好多人都覺得，如果俾佢經歷你嗰條路咧，可能都唔知點過。將佢反過嚟睇啊！將所有嘢咧反過嚟睇，係啦，眯埋眼反過嚟睇，用心去感受。幾慘嘅女人都冇問題嘅。我哋女人咧，可能你唔知啦。唔知。女人生 BB 係10級痛，男人咧7級嘅痛楚咧就會死㗎啦。咁你諗下，女人有幾強？但係你冇將嗰個爆發力爆出嚟啫嘛。好，真係好強。多謝你。OK。好開心。Thank you。OK。你 say thank you 啊！佢已經好眼瞓啦，見到你。係啊。Hello，冇見。Hello，大家好。嗱，咁今次你可以話係事件發生後首次開腔啊！咁好多女性同事喺度都話你非常之勇敢㗎啦。唉，唔好咁講。咁但係其實過去1年你都選擇沉默。咁但係點解喺今日你會選擇講嘢，亦都點樣選擇喺 CN 度開腔咧？其實事件發生到呢家都有年幾啦，咁我就因為我個作風一向咧都唔係好講嘢嘅，但係點解呢件事件令到我完全沉默咧？係因為今次呢件事件咧，因為其實以前一路細個即係由細到大，每個後生仔都有做錯事嘅時候，但係好多時做錯事你未必識得去認錯，或者未必揾到一個最好嘅方法去承認自己嘅錯誤。但係今次呢件事件可能因為真係事態太嚴重，而我點解一路選擇沉默？唔係因為驚，或者唔係因為覺得羞恥，或者唔係因為覺得唔識面對群眾，係因為我喺今次裏面真係學識咗一樣嘢，就係原來一個人要完全面對自己嘅錯誤，要承擔自己嘅錯誤嘅時候咧，即係今次我啦，我反而係學識咗，我咩都唔想講。可以點講就係可以話，我自己做咗一個法官，同期間我自己做咗一個犯罪嘅人，我判咗自己去坐監。That's why 我冇向任何公眾交代任何樣，即係每一樣嘢我都冇出嚟講過點樣冇。我唔係怕事，我係因為我要面對我嘅即係我面對我嘅錯誤。咁其實一路喺內心裏面已經係一個計時炸彈，好驚。嗰個驚咧係唔識得同人講嘅驚。咁跟住咁諗住，即係呢啲係私隱嘅嘢啦，即係唔會同埋即係陳先生承諾過係唔會俾第三個人睇啦。咁 that's why 即係會係有少少同自己講唔會嘅，即係唔會有事嘅。同埋佢事實上係講過係一定會俾人睇，咁我就好放心，諗住即係自己呃自己。但係始終你真係做過，你就會好驚咯。好啦，到個相，即係我收到消息話個相第2日會全香港都會出嚟啦，好驚。嗰陣時好驚，嗰陣時我好記得 Lucas 7個月8個月到啦，好細個，我好驚好驚。我就即刻入咗個仔房，諗住抱起個仔。即係未抱起仔之前，我已經基本上去到一個驚嘅地步，係唔識形容嘅驚。一入到房抱住個仔，我腳咧係驚到咧軟啊，有少少爭啲個膝頭屈低，即係失平衡咯。但我抱住個7個月嘅小朋友。嗰一刻，我同自己講，我望住個仔，我同自己講，如果我係一個大人，我都冇勇氣去，即係去企起身啊！
冇勇氣去企起身。一個咁無助嘅即係細路仔，7個月、7、8個月都好無助，點得咧？咁我就同自己講唔得，我一定要企起身。之前我以為我自己會即係會癲嘅，但係嗰一刻冇。我同自己講，我為咗個仔，我要企起身。事件發生嗰一日，啱啱報紙出嗰一日就咁啱，我要拍廣告。公司個個都覺得我，同埋個廣告客都覺得我唔會出席嘅。我照拍，好難堪，好難堪。我同自己講都要㗎，你自己做錯事唔就話我唔得啦，我情緒唔好啊，唔拍啊。我照出嚟拍，我預咗一切後果。拍完之後照廣告商個片唔播得啊，俾任何傳媒寫好多嘢，我預晒嘅。但我覺得人就要承擔，因為我知道自己有錯。咁好多朋友啊、屋企人啊、經理人啊，全部都話即係你唔好太過怪責自己啊，你都係受害者，即係唔關你事嘅，你都唔想嘅。其實即係坦白講，好多普通人、正常人都有做過呢啲嘢，只不過你係公眾人物，你係受害者。我同我身邊所有人講，唔係，我唔係一個受害者，係可能好多人做過呢啲事，係可能係唔係我控制範圍之內，但係我會覺得唔可以去否認嘅呢樣嘢，因為我係一個公眾人物，我係一個偶像，我自己做過嘅嘢會影響下一代嘅人咯，所以我同身邊啲人講，我話你哋唔好同我講我係一個受害者，我唔係受害者，我亦都冇埋怨過任何人咯，即係譬如即係可能身邊有啲人會講啊，陳冠希點樣，我一句都冇講過，即係佢嘅不是，我都冇同傳媒講過，因為我覺得唔可以，即係今次我唔可以再去將自己嘅錯誤推卸喺人哋嘅身上咯。咁所以我就呢一年嚟沉默不語，我並唔係驚，即係我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嘅性格係即係有少少天不怕地不怕，但我就係選擇去同自己講，我要判自己一個懲罰，我要面對自己所有嘅責任，我唔同傳媒交代，我唔講任何嘢，係因為我唔想得到任何嘅同情，但係我照發生事件之後，我照係咁出街，其實心裏面好難受嘅。即係做一個女人係好難受嘅，但我同自己講，我為咗個仔，我要話俾個仔，第時話俾個仔聽，媽咪係做錯事，係唔啱，但係可能因為我好彩有個好好嘅爹哋媽咪嘅教育，永遠佢哋教我哋一句，錯就要認，打就要企定。今次我選擇呢一樣嘢，就係我錯我就要認，打我就要企定，所以我就唔出嚟講嘢。但我照出街，我照同個仔出街成，因為我會覺得媽咪做咗嘅事唔可以去擺落一個細路仔身上，呢個係完全係兩回事。同埋我要出去承擔所有外界嘅眼光，即係當我懲罰自己又好，點樣都好啦，即係我要照出去，我唔會匿埋，我唔會選擇匿埋逃避，我會選擇照出去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詩詩你好慘啊，我哋支持你嘅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你睇下你做即係你做呢啲咁嘅嘢，你而家你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嘅諗法啦。但係我照要去承受，因為我覺得如果要徹底承認自己嘅錯誤咧，係要徹底要承受一切嘅。但係如果選擇喺陳冠希喺加拿大上庭之後再出嚟，係咪有咩特別原因咧？其實我一路都冇諗過出嚟嘅，因為我一路都未判自己錯誤個監，即係我仲係
仲係坐緊監守緊行為嘅我自己。但係琴日我睇到報紙，睇到你哋有線直播，佢喺庭上面出嚟講嘅嘢。我同自己講，我一定要企出嚟。好似陳冠希話，希望我哋啲女受害人有返一個healthy 嘅安康。我係安康，同埋叫我哋站出嚟啊嘛。我今日就站出嚟咯。我琴日睇到報紙寫住話，我哋他們受夠了嗰個頭條就話陳冠希台法庭入邊寫話他們受夠了。我呢年幾嚟未試過覺得受夠，未試過得傷害啊！真係自己做過事，你自己要認啊嘛。但係點解我今日企出嚟就係我今日真係受夠了咯？即係學個標題話齋受夠啦，唔係受夠，唔係陳冠希所講嘅佢哋班女受害人受夠啦，係我受夠你一路以嚟話我哋受傷害，希望我哋有個 healthy 嘅嘢。最傷害我哋嘅唔係傳媒咯，最傷害我哋嘅係你咯，受夠嘅係受夠你咯。你竟然喺法庭外面回應記者嘅時候，你竟然同我講公義，你竟然喺度貓哭老鼠話保護我哋班女受害人，希望我哋啲女受害人站起來。你夠膽講話我復唔復出唔緊要啊，最緊要班女受害人盡快復出，盡快站起來，盡快有個好 healthy 嘅 life。你竟然夠膽擘大眼講大話？我一路以為信主嘅人係唔會講大話咯。琴日我睇完報紙，我好失望，好失望。佢相信咗主噶嘛？淫照事件之後，我好失望，口口聲聲話自己投靠咗耶穌，投靠咗上帝，擘大眼講大話。哇！我嗰一陣失望到，我想同陳冠希講，耶穌唔係一個避難所，唔係一個向傳媒交代嘅避難所。事發超過1年，嗱喺過去嗰年咧，你係選擇沉默嘅，咁但係點解你選擇喺今日開腔咧？1年前發生呢件事嘅時候，佢開記者招待會話，會用盡佢一切能力去保護我哋班女受害人。佢冇做到，而我哋班女受害人亦都已經真係冇話希望你賠償你嘅損失。佢咩都冇做到，佢冇保護過我哋。啲相其實到呢間網上面仲流傳緊，佢冇用任何方法去制止。我哋何來有安康？何來有可以站出嚟？第一，你咩都冇做過；第二，我淨係可以用幾個字形容佢咯：貓哭老鼠假慈悲。事件發生到呢家，冇同我哋講過一句對唔住，淨係識得喺公眾講。我經理人由發生事嗰日未即係知道聽日會上登出嚟，上之前嗰日打電話去揾佢，佢一拎起電話，個經理人問佢：喂，究竟發生咩事？我哋想問個到底啫，我哋唔係想彌補啲乜嘢，因為已經知道其實一早已經係定局嘅。我開緊會，我依家處理緊，好快打俾你，嘣收咗線。咁我哋梗係又驚又震，再打一路熄咗電話，一路冇機會冇能力接觸。我覺得如果真心承受自己嘅錯誤，你出到嚟同公眾講得啲女受害人咁保護我哋啲女受害人嘅話，
你起碼有一個私底下嘅電話同我哋講聲對唔住，冇。我應該要為所有嘅女性，為所有嘅呢件事件嘅女受害人企出嚟，去話俾佢聽。你如果到今日都唔承受自己嘅錯誤咧，我寧願你唔好講嘢咯。你覺得陳冠希為呢件事需要負幾大責任？我覺得每一個人要負責任咧，係佢哋每一個人自己衡量。即係等於我呢件事，我自己衡量我自己要承受幾多個教訓、責任，面對幾多嘅錯誤，幾多損失、尊嚴，所有嘢。呢個係每個人自己衡量，我唔敢去講叫佢去點面對。我唯一可以講就係你自己唔承擔錯誤唔緊要，但係你唔好出嚟扮保護我哋班女 artist，話我哋係受害人。你話得我哋係受害人，咁你係乜嘢啊？你先係。佢先係最重要嗰個決定，我哋有冇安康，我哋有冇站起來嘅時候啊，我哋冇佢咁好彩咯。即係佢可以，譬如可以去外國發展啦，可以簽咗啲即係歌手啊，自己做經理人啊，我哋冇佢咁好彩咯。其他女 artist 都冇佢咁好彩咯。所以我唔夠膽要求叫佢承擔任何嘢，I mean，即係叫佢面對自己錯誤，因為人肯唔肯面對自己錯誤，佢哋肯唔肯改變自己，或者之後去真心承擔，呢個係每個人唔同。其實事件發生嗰時，正正就係農曆新年，即係拜年啊，好多親戚哇，見面難受到啊！啱啱就新年 right？跟住仲要即係有朋友上嚟拜年。自己心裏好難受，睇到啲朋友喺我面前扮冇嘢，仲難受，因為我自己條路係自己揀嘅，自己選擇嘅，但我心痛係心痛在啲朋友喺我面前扮冇嘢啊！哇，嗰下直情係〜嗰個 moment 係難過好多咯，係啊，所以真係好開心有一班咁嘅朋友咯。有冇試過崩潰啊？就係泰國落飛機嗰晚翻屋企唯一一次。我有一次咪同老公去泰國咧，最拍你啦嚇，抱住阿 Lucas 嘅，sorry。我心跳到咧，我知道機場好多記者，我一路都唔會覺得怕尷尬啊，for自己，但我心跳得好緊要，砰砰砰砰砰，抱住個仔，老公出邊，哇，好多記者影，翻到屋企，我就，哇，喊得好犀利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一個人嘅錯誤影響到屋企人，我好怕影響到謝家，但係我好感動，好開心，上上下下真係好支持，支持到我不得了。我係喊過呢2、3次咯。我冇傷心過其他，我傷心係因為我真係覺得唔想自己嘅嘢令到啲長輩啊、老人家擔心。我老爺事件個相片第一日出街，你知男人唔係講得好多嘢嘛，即刻上嚟我屋企，乜都唔講，扮睇 Lucas。我已經知咩事啦。我知佢想俾個 message 我就係得噶啦，有啲咩事一家人一齊撐。我奶奶，因為其實咁難堪嘅時候，好難咁哇
問個究竟啊，講個究竟。我奶奶又係咩都冇講，送咗個瓷磚公仔俾我，有兩個人喺度嘅，跟住擔住一塊，兩個人抬住一塊荷葉嘅，個公仔黑住風雨同路，一個呢啲公仔啫，就知道即係佢哋想俾我個咩 message。我老公更加唔使講，乜都冇問過我，淨係同我講一句：得老婆，冇事，有我喺度。我爹哋媽咪即係又係唔使講，一定好支持。我呢件事件我係冇為自己喊過啊！我好慘啊，女人咁樣啊，俾人睇，我冇喊過。我喊過2、3次，我喊過阿媽，喺電話打電話俾我就好冇嘢，因為第一我想報喜不報憂，唔想你擔心；第二我知道自己做錯事就唔可以有任何即係好慘啊，唔可以。呢個先係我真正面對懲罰嘅一樣嘢。我阿媽就好傷心，阿女你唔好揀死頂啊！我話冇事啊，媽咪冇事啊，得㗎啦，我冇事啊。其實邊有阿媽會覺得個女咁樣會冇事啊？我阿媽同我講一句：如果媽咪可以幫你頂到，媽咪寧願幫你頂啊！我都忍住，忍得好辛苦。得啦，冇事啦，唔同你講啦。哎呀 ，Lucas 喊啊，收線。我喊過一次，我喊，點解呢個女可以衰到咁樣？令到個媽咪講翻咁嘅説話，跟住我就同自己更加講，我要更加去勇敢咁面對自己嘅錯誤。阿柏芝，你話你由始至終都未嬲過陳冠希，咁你有啲咩説話想同佢講？俾我哋女性一個尊重咯，俾我哋女性一個尊嚴咯。呢年紀裏面，我諗我哋班女仔都 suffer 咗好多。我哋冇要求過佢1年前所謂嘅承諾，所謂嘅保護我哋冇要求過。但係你唔好1年後出嚟貓哭老鼠假慈悲，講一套做一套，為求得到公眾寬恕佢，而繼續咁樣傷害緊我哋班女仔咯。傳媒真係冇傷害我哋，因為我哋自己真係要承擔。陳冠希先生，我冇怪佢，希望佢唔好再尊重我哋女性咯。希望佢尊重我哋女性。我哋都有媽咪生㗎，唔係得佢一個有佢媽咪陪佢出庭㗎，我哋都有父母咯。